一般人讲到通感，接常会想到新竹苗栗毛竹台中有出产，其实伫台北的北投没有通感盐，一个北投的通感哦，伫4人到7人年代系出产同多。不过台电北投见到见发者，也下太可以抢存到90户高农含地嘅中，韩国未见到见到些嘅。故做北投技工所就连3年判的北投的通感节，希望大帮判发通来推广韩国上秀菜地嘅传统产业。来到北投鸦片，我有过特别的一个茶位哦，就会认真啲一个北投的港美盐鸦片，认真鸦片都系3排的体型，所以讲农民比到爱上韩国多的人工，就特别设计出一种茶位，希望做得上韩国多的人啲。然后来问一下鸦片农民，怎么会想到有啲设计一个茶位？我可以问一下廖大哥，就是为什么来到这边会有特别设计像这样子的单轨车？因为以前的话，在做这个的时候，都相当的就是很费人力。那一天的话，可能就跑个3趟的话，可能就没有力量了。因为一次的话都是挑着100公斤。那日制的一个单轨车，它的效率的话非常的好，就是一次的话能载重差不多300斤。那不管是载肥料上来，或者是运水果下去，都很方便。认真北投系火山奶，天时有鬼蓝，一粒一粒金黄色外皮的通感，吃起来水分过足，又香，又7-8天又带到顺顺的食路。同其他蔬菜的通感类比，紫米韩国特别。韩国Q拉公年前後係通感推出的時間。北投技工所今年未同5間個人合作，對2月19到3月19，開放俾民眾來體驗摘通感，還做得對各個嘅美術觀光下，關土平陽有幾獎嘅。講希望講，你台北的人，唔止講台北，鄉下哪位來就做得，台北的人唔是去到北邊去摘柑嘅，北投出有柑嘅咧。通感唔知按的是冇嘛意思啊，所以我哋有一道其他周边嘅商品，通感嗰個巧克力，我哋強老師研發嘅，係浪漫一隻已經研發10幾年嘅麵包店。間按有北投特色的通感拿來做點心、麵包、韓國各種，無就係簡單加工過後，供應小朋友最好食的巧克力地度。今日各種產品過後，還是嚟到本地的美食。大家強強就會添用睇的北投通感，有重建啲4年內心肝頭度。下個新聞，潘啟祥、陳欣怡特別報道。